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Shadow 嘅頻道。被稱為天才嘅人氣漫畫家藤本樹，代表作《鏈鋸人》終於推出劇場動畫版。《鏈鋸人》劇場版雷傑篇係原作中極高評價嘅篇章，喺成個《鏈鋸人》第一部故事結構中係好重要嘅轉捩點，都係主角電治成長嘅一篇荒誕同純愛殘酷同溫柔並存嘅一章。電影喺日本已經突破20億票房，向目標50億進發中。主題曲 Iris Out 一出，已經橫掃各大流行榜，氣勢超勁。寫稿嗰陣 ，IMDB 8.7分 ，Banggood 8.3分，各大影評網都得到相當高評分。最緊要係電影版一口氣修正咗電視動畫第一季嘅錯誤，真正搞掂咗鏈鋸人嘅魅力。雖然鏈鋸人唔論分鏡節奏或故事，都好似一啲血腥 B 級電影，但佢唔係，亦唔單止係將佢當電影拍，完全搞錯咗方向。今次電影版換咗吉原達矢當導演，成功把握到漫畫節奏嘅電影感分鏡，配合一啲粗獷感，加埋劇場級嘅動作場面，味道終於啱咗。藤本樹漫畫嘅敘事節奏有獨特嘅跳躍性，既似電影又唔似電影嘅微妙，嗰種忽然嚟一下嘅驚喜震驚，正係其作品嘅魅力所在。今次電影版都好好表現出嚟，多睇可能會有種咦呢度跳過咗啲乜嘢咩嘅感覺，但只要習慣咗，配合呢種手法做出嘅特快跳脫節奏，就會令人欲罷不能，都係屬於呢一個時代嘅高速美學。以下開始會有啲劇情。雷傑篇篇章其核心主題在於深入剖析電治內心世界，從一開始只求溫飽，得到咗工作，得到咗認同，擁有關係唔太好，但又微妙咁產生咗感情嘅柏亞同早川秋作為同居者，得到咗一直渴求嘅正常生活。電治對於人生嘅追求唔同咗。雷傑篇中係純愛嘅選擇，有啲似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。當人得到咗基本嘅食物保障同生存安全之後，就將注意力轉向咗層次更高嘅需求，愛歸屬感同親密關係。本章嘅核心句係電治嗰句每個人都想得到電鋸惡魔嘅心，冇人想要我嘅心。諷刺地喺雷傑篇中出現咗出於任務目的接近，最後真正想要佢嘅心嘅人。雖然最後雷傑冇直接透露心情，但好多觀眾應該同我一樣，喺佢回頭到咖啡室一段，都覺得佢最後係真正愛上咗電治。當然呢個係某人唔會容許嘅，結局有啲突然。喺成個故事同人物設定睇係好合理，成部電影滿滿嘅血腥殘酷，加上充滿心機嘅愛情陷阱，但其嘅底色其實係一個最真最純嘅純愛故事。明明係 B 級血腥電影劇情，卻有強烈嘅文藝感、純愛感，完全展示出藤本樹原作嘅趣味。雷傑嘅聲優上田麗奈真係不二之選，應該冇乜人想聽其他語言配音版啩，更想坑下楠木燈。TV 版被選為真幾真配音嘅時候，有唔少爭議。嗰怕聽講佢嘅選角係藤本樹認可，結果係就算 TV 版都真係好啱，只係 TV 版本身製作有爭議，有啲可惜。今次電影版佢嘅表現都好優秀，但演出嘅風頭俾上田麗奈完全壓落去咗。畢竟雷傑先係本篇主角，冇法子。今集就係咁多，下次再見，多謝支持。